伊都偷放咱做自由，所以恁就徛在，无得阁挂着迄个做奴仆的担。第13节，兄弟啊，恁受调是来得到自由，独独无得用自由做肉体的机关，是着对仁爱相服侍。因为全律法包含伫一句，就是讲疼厝边亲像家己。设使咱三吞家。行了会三袂无，恁就谨慎。当我讲，恁就照神来行，就无正肉体的私欲，因为肉体爱攻击神，神爱攻击肉体，两个相对敌，互恁无行所爱行的。独独恁若互圣神所引带，就无伫律法的。当肉体的品行有露现，亲像奸淫。恶恶、邪僻、拜偶像、邪术、结冤仇、三争、怨恨、受气、结党、分平、异端、惯惰、酒醉、放荡，以及亲像即号的，我前捌大声讲，今嘛大声甲恁讲，汝若常常行安尼的，将来无承接上帝的国。若是圣神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温润、慈悲、善良、忠信、温柔、存在，亲像即号无有律法禁伊。搁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捌将肉体甲伊的情、伊的欲定伫十字架。咱若照神来活，就照神来行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靠着圣神行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这个时代，做家己、活出你家己，已经是真做年轻一代的座右铭。社群也是媒体，也不断地鼓吹，你若勇敢表达，无去压制你的感情，你无需要改变，做你家己就好，唔通互其他的人来限制你，活出真实的你。这话听起来拢充满勇气，甲偷放，好亲像咱只要甲顶一辈的人无共款，会当勇敢做家己，就会当得到自由、价值也是幸福。但是当咱搁较深入去想，我活的是倒一种的真实，就会当发现，安尼的观点是非常的危险。因为咱活的是 truth， 也是 truth。truth 的头一个字 T， 若是小写。就是真实、事实的意思，但是咱自认的事实，敢真正就是事实？咱个人的感受，敢真正就是真正的标准？咱看做正确的，敢一定就是正确的？亲像前几天有一个娱乐新闻，就是一个喜剧的男演员，伊讲伊对伊原本的女朋友不爱了，伊无爱伊啊，所以就放杀伊。然后，伫这个查某囡仔自杀无偌久了后，伊就马上嫁予另外一个查某囡仔。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活出家己。因为不爱了，这是你个人的感受。但是，这个人无去思考关系内面的义务，也无去思考讲爱安怎好好处理一段无适合的关系。所以，安尼的 truth 无法度带予人自由幸福。嘛，互人活伫虚假的内面，但是大写的 truth 表示真理。这个真理毋是科学、数学证明出来的证据。大写的 truth 就是唯一的真理，也就是主耶稣。耶稣捌讲过：“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就无人就近爬。”另外，耶稣嘛讲到真理的重要。恁若捌真理，也真理要互恁自由。就是讲，咱若认捌主耶稣，就要对伊遐得到自由。这个自由会破坏世界，也是破坏魔鬼互咱的白插话。因为世界也是魔鬼，拢讲咱比袂过别人，拢讲咱无价值。但是对耶稣来的自由，要恢复咱的身份。互咱知，咱真正是上帝宝贝的囝儿。但是有人认为做上帝的囝儿，定定受到真济的限制，
比如讲礼拜日爱来做礼拜，爱服侍，爱奉献，爱守规矩，这看起来好亲像是失去自由。但是咱若看火车、高铁这大众的交通的工具，因若想要做家己，无想要互铁路来束缚，因敢会当真安全去到目的咧？无可能，行无偌久就会冰车。同款，人若无耶稣引带，较缀着家己的欲望，较缀着世界声音去行的时，咱不但无法度活出上帝创造咱所要赐予咱迄个真美好生命意义，并且咱嘛无法度找到真正的喜乐甲平安。这也是今仔日保罗伫加勒泰书第5章伊爱面对的问题。因为当时的加勒泰教会有一寡人主张，若信耶稣以后，或者外邦人嘛爱受律法，特别因嘛爱行割礼，因安尼才会当得救。但是咱知靠行为来称义，这甲因信称义是相违背的。因为咱人毋是靠行为来得救的，但是伫即个教会，嘛有另外一派人，因误解伫基督内面的自由。因掠做信耶稣了后，想要做啥就会当做啥，所以伫因的中间，甚至有奸淫的代志发生。所以这两种声音伫教会内面互相冲击、互相攻击。也因为安尼，保罗才会写今仔日这段话给因。保罗伫第1节开宗明义讲，咱来得到这个自由，毋是咱家己努力得到的，是因为耶稣基督透放咱，所以就徛在无得搁挂这个做萝卜的担。担的意思，这个的意思就是放伫精生头颔棍仔顶的工具，可能是放伫牛、放伫马顶面，迄个控制伊的工具，这用来控制这个精生的行动。所以第1节的意思就是，因为基督的救恩，互咱已经脱离罪甲律法的控制，嘛互咱得到灵性的自由，所以毋通继续接受伫律法的控制下面。但是保罗无否认这个律法的重要，所以伫第13节到第14节，保罗嘛强调，独独无得用自由做肉体的机关，是着对仁爱相服侍。因为全律法包含伫一句，就是讲疼厝边亲像家己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因为耶稣的救恩来得到自由。但是，这个自由毋是咱想要做啥就做啥，反倒当咱来用听这个上大，包括一切的律法来彼此服侍。用一个例来形容，有一个人因为犯罪，互关去监狱，伫伊所关的迄间细细的空间内面，看起来伊真自由。伊会当伊伫迄个空间内面食饭、便所、读册，也是甲其他的犯人伫遐开讲。但是实际上，伊会当做的选择，拢是互屈缩伫迄间真细间的监牢的范围的内面，所以这是假的自由。毋过有一天，伊经历赦免，伊免阁受到监狱的限制，伊就开始有真正的自由，会当自由去选择的权利啊。但是安尼的权利，无表示伊会当随在去伤害别人。也是去做无道德的代志，这个人会当自由选择的是，伊会当过一个有意义、正直、甲别人有毫无关系的生活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但是保罗知影人真软弱，因为按照咱的习惯，咱无可能靠家己的气力去变好。反正虽然咱知影这个方向毋对。虽然知影讲咱爱做出真正确的选择，但是每一届咱就是伫不断的忏悔中间来结束。唉，我哪会阁做出同款的代志？亲像现代人伫读圣经，咱毋是掀开圣经来读圣经，咱是点开手机仔内面的圣经的软体来读。但是当你一点迄个手机仔，哇，一个通知入来啊！
一个广告入来啊，也是别人传互你的一个信息一入来，就将咱的心吸引过去，你就开始滑手机。然后几啊点钟了后，你才想起来讲啊，我毋是要读圣经吗？保罗伊嘛捌面对肉体的挣扎，所以伊有讲一段话真有名，就是讲，因为我照内心是欢喜上帝的律法，若是我看百体中有别的法，甲我心智的法相交战，掠我来降服百体来罪恶的法，苦啊！我会做人，一嘴要救我脱出这个地到死的体啊！连保罗拢有安尼一个交战。伊想要做好，但是伊知影伊内面有一个声音，一直扭伊去做歹，所以伊伫遐讲：哇靠啊！我的肉体啊，我的肉体遐尔软弱，扭我去做迄个歹的代志。伊知影肉体甲圣神是相对敌的，伊嘛知影讲人无法度来镇压家己，所以伊知影伊体会是人拢需要一个外面的溃烂。又就是圣神来引带咱，所以伊伫今仔日的经文劝勉咱，着照神来行。但是圣神是安怎引带咱的？圣神毋是强迫咱、扭咱在行。这个行的意思有继续行、一步一步行的意思。另外，圣神的引带嘛，毋是一摆就成功。伊是带咱伫一种真稳定的生活方式的下面，将咱渐渐带到上帝的身躯边。一旦咱有神的引带，咱就无伫律法的下面。意思就是，当咱有圣神的引带，咱就无需要靠外在的行为来互上帝欢喜，来互这律法来约束。咱就会当活出上帝囝儿真美好的迄个生命款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来培养对圣神来的一个敏感度，咱爱去听圣神的声音。亲像顶礼拜我有讲，咱爱去听伫圣神内面的禁止，就是圣神知影咱拢缀肉体去行。伊嘛知影咱安尼行会发生什么款的效果，所以伊会提醒咱。但是有时阵咱无用，无听到；有时阵咱太过自我，毋愿意去听，就安尼失去信心提醒咱的机会。但是对真侪基督徒来讲，我靠信心是非常抽象的一种观念。那么毋知影讲咱安怎做，才是我靠信心。咱嘛毋知影讲，咱要安怎做，才是互圣神引带。但是咱会当学习，比如讲，咱伫做决定，也是伫反映代志，伫回应人的进程，咱会当暂停3秒钟，伫咱家己的内心先祈祷，才来回应。也是譬如讲，有人互你足无欢喜的，咱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甲呛转来。但是，当咱决定要倚靠圣神，咱会当先停落来，内心祈祷，圣神啊，帮助我，互我知我要安怎回应才是好。另外，咱嘛会当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列出一张顺服的清单。譬如讲，今仔日你突然间想到一位朋友，你真久无甲伊联络，你就毋通忽略迄个感动。因为有可能圣神伫感动你，用你一个信息，用你一个电话，互对方感受到关心。也是讲咱家己伫做选择的进程，嘛会当问家己：我做这个选择，会当互我搁较倚近上帝，也是倚近我家己内面的骄傲甲愚妄咧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神绝对袂强迫咱。伊是邀请咱进入甲伊的关系，互伊引带，甲伊同行，会当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命的节奏。接下来经文，保罗提出肉体的品性，甲圣神的轨迹来做对比。但是，请咱真注意的代志是，
咱毋通将这段经文看作是行为的清单，也就是讲，咱毋通用这段经文来认定什么代志袂当做，什么代志爱努力去做。那安尼的话，咱就陷入伫迄个行为主义的内面，咱就真做我靠这件代志，我会当得到上帝欢喜的迄种人。但是这毋是上帝爱咱做的代志，上帝爱咱做的是啥？因为信耶稣来互上帝称作义，所以相信是搁较重要的。所以伫遮列做这个清单，互咱来判断讲什么代志通做，什么代志毋通做。这毋是保罗的重点。保罗列出这两种的对比，是要搁较深入问咱家己一个问题：你是要互谁来掌管你的性命？是肉体的，也是圣神的？但是保罗讲，肉体品行是无限的，因为无论是奸淫、污秽、邪僻、拜偶像、邪术、结冤仇、三更、怨恨、生气、结党、分平、异端、怨妒、酒醉、放荡，这拢是表现出来的一种的行为，是看会见的行为。所以咱看保罗直接讲着非常的严格，伊讲：既若常常行安尼的，将来无承接上帝国。意思就是，咱若一再互肉体伫咱的内面掌权，来行这肉体的代志，安尼咱袂当承接上帝国。请咱注意，保罗直接讲肉体品行，毋是直接讲性的代志那尔。伊伫形容的是一种状态，就是看重家己，无顾别人，无顺服上帝的状态。伊句的这歹代志，虽然有无共款的字眼，但是因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自我中心。所以，一个敢若看重家己、注重家己感觉的人，一定是甲家己无啥偌好，嘛甲身躯边的人无啥偌好。甲开的团体嘛无啥偌好，伊甲上帝关系嘛一定无啥偌好。但是甲肉体品行对比的，就是圣神的果子。保罗直接讲，若是圣神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忠信、温柔、尊责。伫这果子，咱若去看原文，伊是单数。一个毋是高劣无共款的果子，会用果子来形容，是伫讲伫咱的生命内面渐渐形成的一种结果。亲像果子的长成，毋是马上就结果子，伊是慢慢结出果子。所以共款，当咱邀请圣神伫咱的内面掌权，这美好的特质就会慢慢生长出来。所以这嘛提醒咱，圣神的果子毋是人会当做出来的，圣神的果子是圣神伫咱内面掌权，渐渐形成的一个结果。既然是渐渐形成，这嘛表示咱毋是一做基督徒就马上变做圣人，咱是渐渐互圣神塑造、引带、行往正信的一个过程。安尼，咱要哪来记圣神的规矩咧？咱会当用三个一组来将这特质来背起来。第一组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仁爱形容的是无自私的疼，这个疼原本是指上帝的疼，因为只有上帝的疼，才是无自私，才是完全的疼。咱人拢真自私，咱无可能去疼迄个无果水的人，咱做袂到这个完全的疼。但是，当圣神引带咱，互咱体会到上帝无条件的疼，互咱体会到上帝竟然死伫十字架顶，安尼疼，安尼救恩是互所有的人的时，咱就会当渐渐去学习，去疼迄个无果水的人。咱渐渐知影，我着爱安尼做，来反映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我这个罪人所付出的疼。
欢喜，欢喜，毋是讲我生活顺利我就欢喜，是因为有圣神甲咱带，互咱无阁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，咱的内心会当保持稳定甲平安。和平是形容咱的内心袂定定挂虑甲压杂。这个世界有真侪代志在搅扰咱，但是圣神互咱知，基督是和平的人君，伊互咱无阁受到罪甲惊吓的捆绑，互咱活伫有上帝同在甲平安的内面。所以这是第一组，你会当安尼背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；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第二组就是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。吞忍的意思就是，当咱拄着歹斗阵的人，也是环境困难的时，咱会求圣神帮助咱挺孝，无随便生气，互咱渐渐会当达到耶稣学生应该有的模样。这真正真困难，互咱一代志一来，咱马上就生气。但是吞忍就是假使咱爱挺孝，咱靠家己做袂到，但是咱求圣神帮助咱结出安尼的果子。慈悲是对人真友善，欢喜帮助别人，袂去计较。因为当咱想起上帝嘛是安尼慈悲伫对待咱，咱就会当伫圣神的帮助下面慢慢啊去学习。善良就是当圣神伫咱的内面换新咱的时，咱就会去做正确的代志，去反映出上帝的真实甲公义。所以这是第二组：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。好，所以咱拿第一组、第二组背起来就是啥？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温慈、良善、善良。啊，因为我是背华语的，所以台语较袂晓背安尼吼。好，第三组，互咱会当安尼背：忠信、温柔、尊责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忠信就是讲，当圣神帮助咱就会当持守真理，忠心服侍，真做值得信任上帝好的关系。温柔就是讲，当咱灵性真成熟的时会表现，咱的态度会真温和，咱无去伤害别人。虽然咱手有权柄，但是咱也袂懒散去使用。准则毋是靠家己的意志，是圣神伫掌管咱生命的结果。咱会当倚靠圣神来管理家己的情绪、欲望甲行为，互家己会当行伫上帝意爱的道路顶面。所以这九个特质，咱会当用三组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；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；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三组背，就真简单，会当背起来。你讲为什么我爱背起来咧？因为当咱背起来，就会当伫咱生活中间真做咱的提醒。可能当有一个人，互咱真生气的时，你若背着吞忍，哦，你就知讲我爱挺孝，我爱忍耐，等待我的情绪过去，我再来反映这件代志。所以背起来就是会当对咱有帮助。落尾保罗讲，这号无有律法禁伊。就是他拄仔所讲的圣神的果子，是无律法会当禁止伊的，所以是讲啥？咱因为听来做这个代志。保罗讲这句话，特别是对遐律法主义的人讲。律法主义的人就是讲，咱爱行律法，遵守律法，上帝才会介意咱，才会听咱。但是保罗讲，毋是安尼，咱是爱对内心对听来做出这个代志，毋是靠律法。因为律法无法度来控制咱肉体的品行，律法有法度控制咱内心的嫉妒吗？无法度。律法有办法控制咱内心怨恨别人吗？无法度。但是保罗讲，靠律法来控制这个代志无法度。但是当咱有信心伫咱的内面，就会当慢慢塑造咱，因为信心的溃烂是超越律法的限制。落尾保罗结论：
我靠信心的人，就是一个已经将肉体、甲肉体品行、甲耶稣当钉伫十字架顶的人。肉体罪非常歹处理，咱拢知影，咱常常怨恨别人、嫉妒别人，这足歹去处理的。但是保罗嘛甲咱讲，上帝已经得胜，所以属伫耶稣的人，咱嘛会当有信心。我靠信心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所以要安怎我靠信心？就是照神来活，就照神来行，靠着圣灵而活，也要靠着圣灵行事。行的意思就是照队伍的节奏来行，亲像军队在行军，就是排几排，照一定的速度在行。所以对信心来行，照信心来行的意思就是，咱毋是孤单家己在行天路，咱有信心通地，咱嘛会当甲即个有信心的信仰团体，就是咱共信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行，所以咱无孤单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基督已经投放咱，互咱得到自由。但是这个自由毋是为着家己来活，是为着听。这个自由毋是互咱为所欲为，是要互咱选择伫信心的内面活出一个全新的你。信心嘛袂压制咱、控制咱，互咱成做机械人。信心要呼召咱伫基督内面找到迄个按照上帝创造的迄个美好的咱。所以，做家己，毋是活出家己的 truth， 是伫耶稣基督的真理的迄个 truth 内面，来活出上帝对咱生命的心意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即个世间找到你，是阮的活命，你是阮的真理，是阮的道路。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勇敢来选择跟对你，无互即个世界的白插话来欺骗。即个世界看起来真自由，阮会当为所欲为，但是阮知，这拢是带阮行灭无的路。恳求主你帮咱，互阮真正来祈求你，因为你要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